来看台湾师范大学体育运动科学系甲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研究发现，讲做运动会当改善认知功能哦，什么会素拢有效，尤其是对18岁以下还是50岁以上的民众，效果是愈明显。运动的好处真多，不过你敢知影？只要做一摆健身运动，就会当改善大脑的认知功能。这是台湾师范大学联手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合作研究发现的。当你只做了一次性的健身运动，你的认知功能就可以达到10%以上的增加。而这些认知功能的面向包含什么？包含了各种不同的类别，其中你的注意力。你的执行功能。研究团队发现，只要做一摆健身运动，对各年龄层拢会当达到锐化脑力、改善大脑认知功能，尤其是18岁以下、50岁以上的民众，效果更加明显。研究也个指出，那民众选择的是混合多种健身运动形态，像有氧、混合阻力。健身也是其他运动，瑜伽等，也是做中等到高度等的运动，做20分钟，就会当达到改善大脑认知功能上大效益，对记忆甲信息处理速度拢有帮助。透过这个中等强度的运动之后啊，我在上课的时候，老师上课说的话都还记得，然后回去稍微读一下、写一下，其实在那个考试的表现上都还蛮好的。我觉得运动之后，像那个肩颈的酸痛都有改善，然后也会让思绪更清楚。研究团队建议学生会当透过适度的健身运动，提升注意力甲执行能力。对时间有限的一般民众，也会当选择20分钟慢跑，在工作上提升信息处理的速度。老大人是会当透过运动提升记忆抵抗实力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